天文台喺凌晨4:31至5:30錄得昂坪最高持續風速達到每小時102公里，最高陣風每小時122公里。橫瀾島最高持續風速每小時73公里，最高陣風每小時97公里。青州最高持續風速每小時70公里，最高陣風每小時87公里。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香港鄰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烈風，南澳以南、汕尾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吹強風。天氣概況：清晨5點，熱帶風暴鸚鵡集結喺北緯22.9度、東經112.9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約為每小時75公里。預料鸚鵡向西移動，時速約14公里，橫過廣東西部。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西南風5至6級，初時7至8級，有零散狂風驟雨及雷暴，可有大至非常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西南風5至6級，初時有零散狂風驟雨及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西南偏西風6級，陣風8級，能見度10公里；澳門吹南風5級，能見度10公里，有驟雨。凌晨5:31至6:30錄得昂坪最高持續風速達到每小時105公里。本港地區今日嘅天氣預測：多雲，有狂風驟雨，初時雨勢有時頗大，吹清勁至強風程度西南風，初時高地間中吹烈風，最高氣溫約28度。展望聽日仍然有驟雨，下周初漸轉天晴。喺朝早7:31至8:30錄得昂坪最高持續風速達到每小時97公里，最高陣風每小時121公里。橫瀾島最高持續風速每小時48公里，最高陣風每小時55公里。長洲最高持續風速每小時52公里，最高陣風每小時73公里。天文台喺早上9:40改發1號戒備信號。天文台喺朝早8:31至9:30錄得昂坪最高持續風速達到每小時94公里，最高陣風每小時111公里。青州最高持續風速每小時64公里，最高陣風每小時73公里。橫瀾島最高持續風速每小時51公里，最高陣風每小時63公里。本港地區今日嘅天氣預測：多雲，有狂風驟雨，吹清勁西南風，離岸海域初時吹強風，高地間中吹烈風。展望聽日仍然有驟雨，下周初漸轉天晴。1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現正生效，現時嘅氣溫係24度，相對濕度88%。中午12點，由彭子敏報道新聞。天文台喺上晝11:15取消所有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同熱帶低氣壓鸚鵡相關嘅雨帶正影響華南沿岸地區。中午12點，鸚鵡集結喺廣州西北偏西約9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約16公里，橫過廣東西部，並進一步減弱。熱帶低氣壓鸚鵡已經減弱為一個低壓區。同該低壓區相關嘅雨帶正影響華南沿岸地區。本港地區下晝同今晚嘅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吹清勁有時疾勁西南風，離岸海域及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幾日漸轉天晴。現時嘅氣溫係26度，相對濕度79%。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香港鄰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吹強風。天氣概況：中午12點，熱帶低氣壓鸚鵡集結喺北緯23.4度、東經112.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約為每小時45公里。預料鸚鵡向西移動，時速約16公里，橫過廣東西部，並進一步減弱。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西南風5級，初時達6級，
有狂風驟雨及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強烈熱帶風暴鸚鵡尋日進入廣東內陸，並且逐漸減弱為一低壓區。同佢殘餘相關嘅雨帶尋日影響華南沿岸地區。本港尋日風勢逐漸減弱，大致多雲有驟雨，普遍地區錄得超過20毫米雨量。預料該雨帶會喺未來一兩日逐漸消散。同內陸嘅一個低壓區相關嘅雨帶正影響華南沿岸地區。而9號嘅係風球呢，係同8號風球呢亦都有一定嘅分別。咁我哋呢先聽下天文台高級科學主任殷榮雷嘅分析。8號呢個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呢，已經係警告市民呢，就係話香港近住水平面呢已經係受緊或者係我哋預計呢，佢會受到烈風或者暴風嘅影響。咁即係話每小時呢63至到117公里持續嘅風力嘅影響㗎啦。9號烈風或暴風增強信號呢，就係我哋提醒市民呢，就係話或者警告啲市民呢，呢啲烈風或者暴風呢係會進一步咁增強嘅。咁好多時呢，就係喺啲咩情況底下呢？就係有一個熱帶氣旋佢會係比較正面咁樣係吹襲我哋，或者行得好近啊，咁令到我哋啲風呢，雖然已經係好大啦係烈風或者暴風程度啦，但係嗰個風力呢係會進一步咁增強嘅。即係喺呢一個級別裏邊嘅風，咁所以可以睇成呢，就係話佢基本上係一個8號熱帶氣旋警告嘅風，咁但係嗰個風力呢係一路慢慢咁樣加強緊嘅。即係我哋係希望警告市民呢，喺呢啲情況呢係要比較特別留意嘅。咁喺我哋過去嘅情況裏邊，譬如我哋睇翻啦，由1980年到而家呢，我哋有係6次呢係需要發出呢個9號嘅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嘅。咁喺呢6次裏邊呢，有2次呢就係仲要更加係需要發出呢個10號嘅颶風信號添嘅咁樣。即係話其實未必係發出咗9號信號之後呢，一定會喺稍後時間發出一個10號嘅颶風信號啦。咁但係喺考慮由9號去轉翻去8號信號嘅時候，又會係咩因素呢？今次都幾有趣嘅，因為係呢個鸚鵡嚟講呢，就係令到我哋呢發出咗呢一個9號嘅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呢係超過10小時嘅。就呢個9號，淨係9號呢個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嚟講呢，佢發出嘅時間呢，就係喺我哋有記錄以嚟係最長嘅嚇。咁比起我哋喺97年維克托我哋需要發出6小時50分呢係仲長嘅嚇。咁最主要嘅情況呢，就係佢個風眼呢係經過香港嘅嚇，咁但係佢經過香港嗰陣時候呢，佢嘅強度就減弱咗，咁啊令到我哋呢就唔需要發出10號嘅颶風信號。咁但係呢，你可以睇成呢，就係話，當佢移近我哋嗰陣時候呢，咁我哋接近嘅風眼啦，咁啲風就係逐漸咁樣係上升啦。咁喺一般嚟講呢，喺一個熱帶氣旋喺個風眼嘅中心附近呢，就啲風會比較細嘅。咁呢樣嘢呢，我哋喺個雷達圖像嗰度可以見得到啦。個風眼裏邊係冇天氣啦，喺衛星雲圖嗰度亦都係見得到嘅。咁普遍呢，就係話有個熱帶氣旋，如果佢有隻風眼嘅話呢，喺個風眼裏邊呢，就比較上啲風係細好多嘅。咁今次嚟講呢，就係個風移近我哋嗰陣時候，有一個過程呢，就啲風係上升嚇。咁當個風眼橫過緊香港嗰陣時候，啲風係比較細。咁但係當佢離開咗我哋嗰陣時候呢，當啲風向一轉翻到西南風嗰陣時候，啲風又大，咁所以因為咁樣嘅緣故呢，所以今次嗰個9號嘅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呢係比較長嘅。當香港係處於個風眼嘅中間嘅時候呢，個天氣情況會唔會都有一種驟變，甚至乎呢會唔會係出現有部分地區呢係更加係好天咁啊？呢個情況係會出現嘅，尤其是係一個強颱風啦嚇。咁好多時喺個風眼嘅中心呢，就直情係風平浪靜添嚇。咁但係呢，其實呢樣嘢呢，就係市民係要好小心留意啦。嗰個係暴風嚟之前嗰個平靜嚟嘅嚇，唔好以為即係入咗個風眼就好天啦，我可以去玩啦，我可以去岸邊嗰度滑浪啦咁樣。咁呢樣嘢係極度危險㗎。當一個風眼係而喺香港嘅上空嘅時候呢，啲風會變得細
甚至咧就天氣會變得好，見到太陽都唔出奇嘅。咁但係咧嗰個風咧會突然間好突然咁樣咧喺幾分鐘或者幾小時之內咧，經過呢個平靜嘅時期咧，就從另外一個方向係吹襲嘅。咁咧就突然間會變得狂風大雨。嗰個嚟嘅風嘅風速咧，可能同之前一樣，或者甚至係仲強都未定嘅。咁所以市民就要留意啦，即係當係天文台話有一個風眼經過香港嗰陣時候咧，唔好因為短暫時間出現咗啲好天或者係平靜咧，就鬆懈咗對呢個風暴嘅防範啦。有市民呢都趁住話風眼經過香港咧，特登出去睇個風眼。如果真係喺風眼係喺香港嘅時候，市民走出去戶外度睇風眼，其實又有冇危險嘅呢？呢樣嘢係相當危險㗎，唔好以為係短暫時間嗰個天氣好轉呢，而疏忽咗對於呢個風暴嘅防範，因為啲風會隨時好突然咁樣從另外一個方向嚟吹襲你所處嘅地方嘅。